那些个小货车去互边仔小客车弄一个当场失控，车头去弄到边仔电火条瓦，弄一个真正烂。规台车车头甲车斗当做两轨，中间甲废物落甲贵死去，驾驶吊伫咧车顶袂顶袂当。另外一个角度的监视器也翕到吊死的小客车弄到火车了后，烟瘾挂翘翘插伫咧车路中，嘣一声很大声，吓一跳，我以为谁跌倒。在我面前看到他被撞烂了，好恐怖啊，好可怕啊！车祸发生伫9点多，桃园旧山中义路甲公丰路口。33岁姓黄的男子驶白色的小客车对南口驶对旧山，结果伫路面凶西旋，弄到边仔小货车，害小货车失控，弄到电火条啊，搁牵连到路边的3台汽车，小货车驾驶当场抹开。虽然警消紧将人叫出来送病院，不过也是不幸归亡。很突然，他人走了，我什么也没有了。水电啊，每天就是靠戴先生这样子早出晚归，很辛苦。工作完结束，想要回来，他就碰到这个事。警方针对黄男进行酒测值为0，但是黄显精神恍惚，明显有问题。果然在其车上副驾驶座查获依托明子烟弹8颗。电子烟杆主机2支。挂嘴暗戴安全帽，骹手拢封扣起来。涉案嫌犯互依照过失伤害致死、公共危险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以上，涉嫌驾毒洗车害死一个人，也毁掉一个家庭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